好，来，现在下面呢，师父今天早上写的有几句话，跟各位大家分享，结个缘，好，结个缘。现在这一句话呢，现在我就简单用白话来解释：时时如果不理助人，自然能得人助。各位对不对啊？对，你时时刻刻、分分秒秒，你没有离开，如果别人有困难，别人有需求，我们能做得到，能力所及，我们就帮助他，自然能得到别人对你的协助、关怀。各位，这个是非常重要，你种的因得到的果报。念念不起恶心呢，恶毒的心，我们不要起来哦。这个歹念呢，歹念不可以有坏的念头。你如果没有恶心，自然就没有业报，没有这个果报。你看。身心没有挂碍，没有任何这个印图不遂啦、家庭不和乐啦，或者其他一些奇形怪状的病啊，那种疾病来纠缠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恶心，心存慈悲善良来对待别人，所以你自然就不受到这个果报的纠缠啊，没有业果，处处都不矫人我，不要去劳动人与人跟别人之间。冲突或者看不顺眼，哎呀，我经常批评他，找他的毛病。你不要这样子去做这些事情。各位，如果你处处不矫人我的话，自然就减少是非。没有是非，没有是非，我们就断烦恼啦，心里没有波动啦，你智慧就增长啦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，处处不矫，不要去搅动。人我人与人跟我之间不要有那些恩怨是非，那你自然你就身心自在，非常快乐，活得很轻松，活得很安乐，非常安乐。心心不忘念佛，自然往生极乐。时时刻刻、分分秒秒，各位，我们呢在忙的时候，在闲的时候，我都不忘念佛，自然我就一定一心一意就是往生极乐。这个世间毫不留恋的，等到时机一到，因缘成熟，马上回向西方，我们就阿弥陀佛直接来接引你。阿弥陀佛所发的愿，从来不会辜负一切众生，不会辜负众生。只要你信得进去，只要你愿意好好顺他的愿，念他的名号，你看他一定救度你的，而且肯定救度你的，而且100%的救度你。永远不放弃你，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道理。好，简单的几句话给你们各位结个缘。好。